咦，Carson Sir，Hello。我見咧好多朋友仔咧跟住你第二段片做運動嘅時候咧，都要用到唔同嘅運動用具喎。其實咧用呢啲運動用具嘅時候，我哋有啲咩要注意㗎？嗱，首先第一咧都係注意翻咧自己用緊嘅工具係咪防滑嘅，因為如果我哋企喺度做嘅時候咧，其實最緊要就係防滑啦，同埋可以嘅話，膝頭哥微曲，令到自己嘅姿勢有個穩定先。同埋最重要就係如果你揸一啲類似咁嘅棍咧，唔好擺喺真隻嘅外邊，因為有機會會跣嘅。咁所以安全第一啦。除咗安全之外啦，都聽到啲朋友仔問咧，速度上面佢哋有陣時覺得好似跟唔上喎。就住呢一點，你有冇啲乜嘢想分享俾佢哋聽咧？嗱，其實呢個咧就係我做運動嘅示範嚟嘅啫。咁其實個速度上面咧，最緊要就跟翻你個節奏。咁即係簡單啲講，就係個呼吸技巧啦。例如當我呢係呼氣，呢係吸氣，咁其實你跟翻你自己嘅速度嚟做咯，就唔一定要做到好快咁樣嘅，因為咁樣有機會會失平衡。咁所以都係按翻自己嘅節奏去做啦。咁 Carson Sir，你教咗大家做咗一啲平衡協調啦，亦都教咗啲柔軟度延展啦。最後一個星期你會教大家啲乜嘢運動咧？就會係整合翻大家之前學過嘅核心肌群訓練啦，跟住我哋會將佢變成咗係一個重量同核心交替一齊去運用嘅技巧嚟嘅。咁所以最後一節我哋就同大家做一啲核心訓練啦。係啦。咁我哋就約定大家今個星期五上晝10點鐘準時見啦。OK，大家加油！